而我同時擁有思想上嘅低調同埋行為上嘅高調。睇睇呢台扮豬食老虎嘅 M5。由 E28去到 G90，寶馬 M5 經歷咗40年嘅進化，咁我諗7代入邊呢一代係最靚嘅一代。好多人話最新一代嘅 M5 加咗插混之後，可能係史上最強性能嘅一代，但係你唔覺得加咗插混之後嘅 M5 已經冇咁純粹嘅啦咩？亦都正因為咁，呢一代先顯得更加彌足珍貴。依然係熟悉嘅味道 ，4.4T M-Power 發動機，600匹馬力。呢台車選配咗一個濱海藍嘅外觀顏色，注定令到你嘅 M5 行喺條街度受到無限嘅矚目。呢個寶華偉健嘅 4D 音響，令到你喺車入邊更加有沉浸式嘅體驗。2019年7月份上牌，更加行駛咗46000公里。之前160萬嘅貨，今日100萬俾你帶走。買車嚟打 call，用車冇甩拖。